擊鼓啊！亦都見到咧1號船咧加速緊，接住6號船嘅墨魚仔，而站喺第3位嘅咧係2號船嘅大埔元洲仔漁村，去到最後唔係啊，第1名衝線，哇！真係要等大會宣佈啊！究竟係1號船定係6號船？同時間你都見到。
第三屆中學小六邀請賽嘅決賽，首先包括我哋嘅季軍東倉明天校友會海清龍舟隊。第四線係香港龍舟學堂的班同學會2012，第五線係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大澳區，第六線係國際小市總會中國香港。好啦，已經過咗一半嘅航道啦，咁頭嗰隻就係第五線道嘅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大澳區。咁而家隔離第八線咧 ，ETC 龍舟隊咧已經彈咗上嚟啦，準備咧同佢哋單挑，睇下邊一，睇下可唔可以咧係成功嘅，都係追緊上嚟啦。去到最後嘅第六嘅啦，邊度咧係第五或者第八？隻船咧係先衝終點，接住咧就係第四或者第六號船，因為太接近啦，我哋都要睇翻。球波之後咧，見到有四艘船已經係順利打出㗎啦，包括咧就係第七線嘅拔水道同埋第四線嘅消防處社區應急小組名譽會長會大埔區啊！嗱，出面咧見到五線同埋七線咧都係湧緊上嚟㗎，聽到佢嘅哨子聲咧，亦都代表住咧準備要加速，鼓聲亦都越嚟越密啦！哇，3號艇嘅獎，4號艇都上緊嚟啦，第一名衝線，哇！我都邊有頭3位。
船嘅